聲個咪嗰邊。阿莊，你幫我校翻大聲，左手邊個咪。四真神，六四真神，泛民喪盡天良，泛民喪盡天良，忍無流血暴亂，忍無流血暴亂，何俊仁你一人，何俊仁你一人。死傷誇張失實，支聯會你一人，支聯會你一人，軍警學生受害，軍警學生受害，惡毒學運領袖，惡毒學運領袖，借六四甩捐款，借六四甩捐款，反對派最下流，反對派最下流。隱瞞六四真相，隱瞞六四真相，支聯會最賤格，支聯會最賤格，認清六四真相，認清六四真相，泛民喪盡天良，泛民喪盡天良，隱瞞流血暴亂，隱瞞流血暴亂，何俊仁你一人，何俊仁你一人，死傷誇張失實，死傷誇張失實，支聯會你一人，支聯會你一人，軍警學生受害，軍警學生受害，惡毒學運領袖，惡毒學運領袖，借六四甩捐款，借六四甩捐款，反對派最下流，反對派最下流。認清六四真相，認清六四真相，泛民喪盡天良，泛民喪盡天良，泛民喪盡天良，我似你，你出人你愛人啊，你愛人，你愛人，軍警學生受害，軍警學生受害，惡毒學運領袖，惡毒學運領袖，借六四甩捐款，借六四甩捐款，反對派最下流，反對派最下流，我出人你愛人，反對派最下流，借六四真相，有門流血暴亂，何俊仁你一人，支聯會你一人，真相，食得最講，反對派最下流，有門軍人被殺，支聯會最賤格，泛民喪盡天良，何俊仁你一人，支聯會你一人，李卓人你一人，借六四甩捐款，反對派最下流，有門軍人被殺，支聯會最賤格，認清六四真相，泛民喪盡天良，有門流血事件，何俊仁你一人，李卓人你一人，你一人，借六四甩捐款，反對派最下流，有門軍人被殺，最賤格，認清六四真相，泛民喪盡天良，有門流血暴亂，你一人，
最賤格，年年六四真相，泛民喪盡天倫，因門流血暴亂，何俊仁你呃人，你唱人你呃人，支聯會你呃人，軍地學生受害，惡毒學運領袖，借六四率捐款，反對派最下流，認清六四真相，泛民喪盡天倫，因門流血暴亂，何俊仁你呃人，你呃人，支聯會你呃人，軍地學生受害，惡毒學運領袖，借六四率捐款，反對派最下流。平咩反啊？我哋都平咩反啊？我哋上嚟平反啊！紅燈走狗，就係你班暴徒啊！係啊！搞呢個違法佔中，係你搞呢個搞社會啊！希望廣場有冇死人啊？你答我一答。應對制審。仲大支聯會嘅度，天安門廣場嗰啲學生係和平撤離㗎，知唔知啊？你家就搞亂個國家，搞亂個社會咋？係啊！六四咩？你平反六四係咪為嗰陣時嘅軍人去平反啊？嗰陣時嗰啲暴徒都有殺警察㗎，長毛，㗎，你係咪要平反啊？平反唔係淨係長毛，平反，平反就同全部嘅六四嘅死難者平反啊！你平咩反啊？平咩反啊？睇下電視機，係啊！天安門廣場有冇死人？冇錯，你支聯會呃你咁耐啊？係啊！你呃你啲捐款啊，傻仔，繼續俾錢啦！係啊！輸啦，好唔好啊？係啊！係啊，最輸你啲啊！你支聯會呃你18年啦！天安門廣場有死人，你攞啲證據出嚟睇下啦！我哋而家播緊電視啊，話俾你聽啊！天安門廣場嘅學生同埋民運人士嘅和平撤離啊！有晒短片，有晒真相俾你睇啊！係你班傻仔，你咪繼續俾支聯會呃咯，繼續捐款啦你哋！舉咩宗旨啊？一路向西啊你哋！舉咩宗旨啊？向西行啦！呃你哋啊，做豬嗰班，俾支聯會嗰班魔鬼繼續去呃你哋啊！係咪啊？繼續行啦，繼續做豬，係咪啊？你有睇 YouTube 嘅，你都知道，而家大把嘅短片攞出嚟，天安門廣場嗰啲嘅和平示威，啲人一樣係和平撤離㗎咋。係啊！你要平反我哋都平反啦！嗰陣時嗰啲軍人有冇死到啊？你唔係嗰陣時啲軍人去平反，係啊，真係唔識啊，唔識啊，唔識你係個主啦，一路向西啊你！係啊，好先，認清六四真相，認清六四真相，泛民喪盡天倫，泛民喪盡天倫，隱瞞流血暴亂，隱瞞流血暴亂，何俊仁你呃人，何俊仁你呃人，死傷誇張失實，死傷誇張失實，支聯會你呃人，支聯會你呃人，軍警學生受害，軍警學生受害，惡毒學運領袖，惡毒學運領袖，借六四率捐款，借六四率捐款，反對派最下流，反對派最下流，隱瞞軍人被殺，隱瞞軍人被殺，支聯會最賤格，支聯會最賤格。哇28年啦，都呃唔到幾多人咯喎，越嚟越少人嘅，你咁真係有份驗㗎啦。喂，做豬啊，得翻你我。係咯，係啊。哎呦！市民俾
唔講嗰句？支持祖國一帶一路。好多謝我哋呢度嘅兄弟姊妹，我哋4個團體，守護香港運動，會員起動，守護香港同和諧知識嘅最靚。今日我哋6·4真相又一次勝利啦！我以為有支聯會啊、教協班人喺入面咧會係好多人逼到爆晒咧，點知唔使10分鐘下完啦！係我哋嘅勝利！係真相嘅勝利！香港好！香港好！支聯會委員，快啲做頭！真相勝於雄辯！勝於雄辯！唔好再呃人，唔好再呃錢啦！唔該。係。揾人講。哇！各位傳媒咧，咁今日咧入邊支聯會去即係講嗰個28號啊，28年，佢哋啱啱玩完咗啦，佢哋真相咧年年都會好多湧現。今日咧，佢哋咧，即係睇到佢哋咧，我都覺得佢哋好可憐，因為喺網上面咧已經係有好多。